恨你，全力痛恨你，連遇上亦要躲避，無非想放。阿長啊，長哥咧？長哥，終於揾到你啊！揾咗成個月先揾到你，做咩啊？揾我做咩啊？還錢俾我啊？嗱一個咧，睇下話你知點樣揾到我啊？咁長哥啊，點樣先揾到你啊？好難揾啊！難咩？嗱咁啊，第一種喺平台內私信我哋嘅咧，有攞貨揾店嘅問題，直接就私信留言，我哋咧睇到之後會盡快回覆，梗喺站內諮詢啊！哦，原來咁，咁等唔切回覆，仲有冇其他方法啊？梗係有啦。第二種咧，你直接就喺豆沙包啊、稻糧啊等呢啲喺度問我哋南國超商品城，其實信息量滿滿㗎，快速關注不迷路。幾點開始？幾點開門？喺管理處一問就知啦。啊，原來咁，咁除咗豆沙包同紅糧，仲有冇其他方法啊？梗係有啦。第三種咧，喺我哋廣東南國超商品城官方主頁簡介同呢個市場某眾號裏邊方大俠日用百貨批發市場喺裏邊可以揾到更多貨源信息，正規又放心。三種方法都好方便，再亦唔使驚揾唔到我哋啦，揾唔到好嘢啦。哦，咁我就知道啦。咁大家按住呢3種方法過嚟揾，安全合規又高效。後續咧，我哋仲會繼續帶大家喺呢度揾稀缺好貨，同廣東佛山製造品牌分享俾大家。記得關注啊！關注我。